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庭会当直播，直播唔是为着网清咧卖物件，直播是为着公理透明，大家拢会当看。敢是从此司法改革会当开骹行，也是也阁有真济应该斟酌来听证。咱今仔日四位专家学者到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金卿，大家好。第二位職業律師羅英珍，大家好。第三位本科大科法所教授楊智傑，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老朋友台灣律師以及美國紐約州的這律師夏洛琳，大家平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先來關心。立法院哪邊聯手來做法庭直播來修法通過，那麼民進黨團就批評在野黨是政治高壓，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來強調，那麼台灣有7成的民意攏支持法庭直播，也毋過其實還有真濟學者專家有這個顧慮，表示反對。司法院嘛對着這個修法的結果表示遺憾。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8位，赞成59位，反对49位，弃权0位。赞成的者多数。由民众党团主导提案，立法院南北联合三读通过法院召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推杀法庭直播，明定法律审查原则公开，例外不公开；事实审查原则不公开，例外公开，也引起关心。这个为了大罢免啊，那么恶搞法案，但这样子的法案人民会接受吗？整个法界大爆炸，法官、检察官、律师，所有我们看到的法界团体啊，通通啊，这个真的是为了这个法案啊，没有配套措施。立院批评在野是政治交易，国民党团透过支持民众党团的提案，换民众党支持反恶霸。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应讲，台湾有7成民意支持法庭直播。对民进党过去跳票，在野修法，让日头会当照入去法庭。连民进党自己的支持者都高达60%以上。我想林楚英委员啊，他与其用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啊，想要挑拨、搬弄、抹黑啊，不如好好的正视民进党自己过去跳票啊的历史。到最后，其实要不要公开，也是由法官可以做最后的裁定决定哦。那我相信这个对于未来司法的透明度，我相信这是人民所需要的。法界对于法庭直播表达反弹的声音。中华民国法官协会表示，对于粗鲁的立法过程甲品质感觉有限。台湾法学会嘛指出，即卖的制度会当达成公开透明。司改会是希望司法院赶紧提出相关的做法。目前也只能说透过司法实务第一线法官去裁量把关，我们看监督后续有没有相关的执法。那本院仍然会坚守职责，维护人民的诉讼权，让人民依旧乐于使用法院。针对法庭直播要公布了后3个月正式上路，司法院对在野修法表达遗憾，会坚守职责，提出配套的措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他看这个新闻段哈，如果你平常时无讲介关心这司法改革，那么你先放弃他昨日你所看到的这个新闻，先问一个问题：这项代志要达成什么目的？修法是要达成咱的公理、公平、正义，互司法更加会当互大家人支持，而且搁学乐这项代志，我要先。就这个简单的问题，先请教吴老师哈。吴老师，要互司法人人学乐，是毋是直播就会当达成？无一定啦，这绝对是无一定啦。哦，你要但是相信司法吼有足侪的方式的啦。啊，直播吼是其中之一啦。啊，我先爱讲啦吼，老实讲啦吼，无管即马拢无开放直播嘛，是吼。啊，毋过吼，
大家吼对什么类的案件，大家会去关心。你主持人问你就好啊。最近这几个月，大家上关心的是什么案件？关文特啊，关文特以外，还有什么案件？愈关心凯案啊。好，好，安尼想凯案就好啊啦吼。你吼凯案迄阵啊，咱有印象？我印象中我嘛来恁遮，我嘛讲过凯案嘛吼。我印象中迄阵啊吼，凯案咧开庭的时阵，外口吼，那些拢是民众自动发起的吼。就是讲，进前有一个白玫瑰嘛，啊，即届那就是什么，用一个嘛是什么花的名嘛吼。啊，为什么大家拢敢若有法度伫外口？就是因为旁顶是无够嘛。啊，无够的时阵，啊要安怎？哦，啊，因为我爱讲吼，大部分的案件大家拢袂去关心啦，尤其是民事案件。老师，咱先停个凯案件吼，凯案所进行的这个定数是日后会当来公开的这个定数嘛？因为咱知影。这个定数吼，即马在事实审，吼事实审甲法律审，即马还佫一审甲二审，这会当公开吗？即马来按顶个拜五三读通过的这个条文，吼，伫个1、2审咱讲就是事实审啦，有咧做证据调查啦，这部分啦，吼，像国民法官的案件拢是第一审迄拢是事实审的案件嘛，吼。那按照吼这刚通过的这个法院组织法，吼。原则上是不公开啦，啊，不过有例外嘛，哦，例外就是讲有重大公益啊，就或者是社会受瞩目。老师是安尼想理解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吼，这若是开案，即摆咧审查的这过程，那照这法律来看，这是个事实审，这是袂当来。原则上是袂使，啊，不过因为开案是不是重大公益，是不是受瞩目？这就要法官来。无，这免法官啦。你像我头拄仔讲的迄个场景嘛，迄阵啊一大堆人伫外口，因为迄旁顶时都无够嘛，因为大部分的案件大家无关心，咧旁顶时迄无人无啥人啊，啊，毋过即个案件无共嘛，这大家一定关心嘛。好，吼啊，所以讲即种案件伫个，那在新修法条，我是感觉都会用到啊。这会用到啦，这会用到。老师，另外一个问题我补一下，就是讲，头拄仔咱咧开讲的时候，你也讲啊，其实即摆迄修法吼。到上下尾修，拢是收起到法官的这个裁量权顶头，其实无差偌济。我是认为吼，我先讲啦，法律审啦，就是最高法院这部分啦吼。这部分吼，老实讲吼，这个是讲伊是原则爱公开直播，啊例外才不行。好，啊咱什么？这是顶礼拜五通过的法律嘛，啊毋过咱来想嘛，最高法院有公开直播过无？伫个法律无规定的时阵哦。有嘛。你即马吼去最高法院的网站看，无人爱看啦。我看，我下早再去看一遍啦吼。咱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吼，伊即马若大法庭拢，伊无一定吼直播，啊，毋过伊录完影了，也可能网站嘿。啊，我去看吼，大部分的网站，伊即马伊这个直播较特殊，伊毋是像咱想象中的直播，伊敢若吼一个泡泡因翕咧遐，啊声音出来安尼尔，吼。像安尼吼，我看吼点阅数吼，然后都超过100吼，去看的人100啦，就算济啊。而且有开放留言板哦。我看几个最近，伊差不多我甲看1年来，咱最高法院大法庭咧开，伊实况甲放上去的吼，点阅率要超过100就困难的。下底有开放留言板哦。有留言的有丢一则的，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其实真正大家会当关注的，就是迄几件。对啦，所以讲吼，大家关注的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免着惊啦。对啦，老实讲吼，那为这个想法吼，我是赞成法庭直播的。毋过这个吼，民政党提的这个案的想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因为甲我想象中的想要的直播，迄落差真大。无老师，你爱什么直播？因为吼，咱以前是原则不公开，事实上是原则袂使公开，就像开案是原则不行，完全不公开。好，例外像开案，伊是社会瞩目案件嘛，吼。毋过是毋是讲，伊是社会瞩目案，无得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社会瞩目案件？你所以他说你不对啊，好我丢毒啦。这可能吼，司法院在诉请了，司法院去做定办法嘛。司法院家己定，司法院就是反对伊的干，这限缩得很严重啦，这第一关啦。无像咱想象中吼，一开放直播就大拢。我坦白讲，我家己的想法啦，就是你爱基容，我爱基礼啦。就是讲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无委员会讨论，也无拢无啦。
修法的过程嘛，无符合你的理想嘛。我有去参加公听会啦，杨志杰老师看来伊嘛讲伊嘛。小等再请杨老师，我先请哦，职业的律师哦来讲，大律师，你有赞成啊？无赞成？我家己是无赞成的。吼，咱就以凯凯案这件吼来做一个鼓励吼。凯凯案迄件吼。社会就是做重视的嘛，吼，迄时候足侪人都伫法庭外面哦，为遐游行安怎嘛，这是民众家己的意见嘛，吼，本来就是安尼公开的。但是咱即马甲想讲，你也是开放法庭直播，吼，虽然即马通过的条文是讲，伊家己言辞辩论，哦，场公开宣誓判决的时阵，吼，才法庭直播，但是你伫公开言辞辩论的时阵。哦，大家拢知影，你伫刑事的审判程序内底，上重要的啥，都是交互诘问嘛。遐证人讲什么话，爱对案件吼起到什么影响，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嘛。所以你上尾伫言辞辩论的时候，你看检察官，伊敢会甲遐证人讲过的话提出来讲，一定会嘛。律师会甲遐证人讲的话提出来讲，绝对会吼。所以就讲言辞辩论，你规个双方面咧讲的。重点拢总是证人吼，做过什么证词？安尼好啊歹。安尼你就会影响到证人，伊到底是要出庭啊，无出庭？我讲一个实在话，阮即马咧办案的时阵，所以你实在会有困难在遮。一定有困难啊，因为阮即马咧办案的时阵，阮连最普通的案件，都做侪人无想要出庭做证啊。吼，阮即马，我讲一个即马，嘿，即马所有医疗纠纷的案件。拢总卡伫医审会，是安怎？因为2023年修法的时阵，吼，变做讲医审会所有做的医疗鉴定，拢总爱遐医生爱签名，以外爱搁甲法庭去做交互诘问。甲安尼了，所有医生拢总无爱签名，无爱做啊。哦，即马所有的即款医疗鉴定案件，拢总卡伫遐，全台湾300外件。哈哈，300外件。无法度叮当，就是安尼。好，所以。你讲迄要无法庭直播哦，遐鉴定人哦、证人都已经行到安尼啊。你讲即马有法庭直播，伊的名伫法庭直播面顶会去人讲出来无？伊讲什么话会去人讲出来无？会嘛？伊会惊人家保护，会嘛？伊会惊伊的隐私，伊会去人肉搜。恁职业的时阵要找证人，你嘛困难。对啊，过来吼，另外一个困难是啥？律师嘛找无啦。咱就看律师嘛找无，嘿，律师嘛找无。咱嘛看凯凯案好，凯案迄3个律师吼，因为迄是国民法官案件嘛，吼，社会高度瞩目，所以其实无律师加班，吼，因为律师已经嘿，这压力足大吼，迄嘛无趁到什么钱吼，去这社会哦，已经塑造这个讲什么是魔鬼代言人安尼，吼，所以较尾不得已去找较法服的律师，结果迄3个律师哦，去社会攻击甲安怎安尼，吼。你讲，迄个是无法庭直播哦。即马是法庭直播咧，多一个律师加食，多一个律师加食。哦，这我绝对袂食，我先讲啦，这我绝对袂食。哦，这有影，这是一个利益甲考量吼。杨老师，你安怎看？看哪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赖律师说，刚刚赖律师提到说，很多普通案件会影响证人出席作证的意愿。但是呢，因为这个条文刚刚吴老师已经讲，它只限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及社会瞩目的案件。所以说，虽然有很多医疗纠纷的案子，鉴定人不敢出席，但是这些案子根本都不符合社会重大公共利益、社会瞩目案件，所以根本不用替这些案子担心。那么再来说，如果有律师因为有法庭直播就不敢出庭。但是我相信也有律师可能会想要，因为法庭直播能够，你想要出名？对，我相信更多人是这样。例如说，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它是法律审都可以法庭直播，有很多大律师是希望能够当宪法诉讼的诉讼代理人的，所以有人不想，但也有人会想。所以杨老师连带一个问题，就要问你哦，就是讲，所以以后的这个律师会走向一个新的路途。就是变做讲，大家想要有出名要表演的这种性质，这是好啊歹。他有的人他想要出名，他可以去接这个案子，去当诉讼代理人，但是他不一定会表演。主要的原因，我们台湾的诉讼的进行根本让你表演不起来因为你讲话的时候，法官一直打断你说书记官打字还没打好，
你讲一句，先停10秒，你再讲，法官就叫你不准讲话了。所以在台湾的诉讼根本没有办法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的案子会去做表演，因为在台湾，我们讲话速度要比现在慢5倍。是啊，按你直播看下来真歹看呢。对呀，那不是关系好看不好看。卖甲直播秀，我讲要看美国电影。我是干啦吼，观众朋友，我是干啦吼，咱干啦好过即个美国咧，可能 Johnny Depp， 甲因某即 Heard， 这关系看起来真好看，但实际上迄直播一直用拍灯来歹看。对，所以本来这个开放法庭转播，并不是为了要视觉上、戏剧上的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是当然啦，但不过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哈，它其实在做法庭直播的时候，它是没有书记官一直打断你的。当然，未来的配套上，到底要做法庭转播的时候，法官要不要维持现在的开庭文化，就是说，因为要等书记官打字，所以一直打断。总之拍摄我要给你拍两下吼。对，他多大律师佫讲一个，讲像这个凯案，这个替这个尼姆吼，咧辩护的这律师，煞无人敢接。啊，像这种反方的，那正方的大家野手。法庭直播无关系啦，因为国民法官实施了，本来律师就无想要接这种案件。但是你也讲是以今嘛3地通过的法案来讲，国民法官案件伊的直播的几率是上大的嘛？是提高起来。对啊。哎，杨老师，你做一下菜盘的。如果我觉得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的刑事案件，我相信一定有律师要接。一定有律师要接，因为另外一造是检察官嘛，我们只担心有一造被告他有没有律师，一定有律师他愿意，他觉得说他要挺身而出来帮这个被告做辩护，所以不用担心说因此找不到律师的问题。哦，但是你是强制辩护案件啊，一定要有律师啦。我留一个问题给3位来思考，就是讲，咱这边来讲啊，这个内面吼，敢若涉及到这个言辞辩论啊，这个但是事实上，咧做这个事实的这个啥，这证人的这个讯问的时阵是未直播。今嘛的按你的法条文是无直播范围内啦，但是言辞辩论是像他都律师讲的，我先讲吼，无等下，因为吼，在国民法官吼，咱即马拢是按表操课啦。你想要讲受罪拢无可能啦。因为吼，迄个准备程序几分几拢来定好啊啦。老是讲要标，咱一直讲什么？话讲到头前的无。即马吼，有压力的是伫倒位，你知无？你若讲直播的话呢，提到前面证据调查、佮家务诘问吼，这个部分，咱可能都还担心嘛？可能有证人鉴定的，无想要出嚟。啊，毋过他拄啊吼，律师有讲到一点啦，讲这个医疗鉴定可能可能5月新资料迄个问题啊。啊，毋过咱要想看卖啊，迄是无直播的情况啊。对啊吼，毋过这因果关系，咱即摆吼，拢有这种想象诶。这个因果关系的原则是讲，因为咱拢捌试过。无啦，讲到底咱要解决吼，讲这鉴定爱用因出庭吼，我讲过啊，迄吼原理可能直播是一个因素，啊，毋过绝对大部分因素无一定是直播。因为咱即摆都无直播啊。这逻辑就真清楚吼。咱来请到线顶吼，美国律师啊，哦。看 Charlotte Lim 哈，林律师哈，你赞成啊无赞成？我有看这摆立法院的修法吼，我就去立法院的网站看伊的条文内底内容。我是感觉这摆的内容甲修正的，安怎讲？这个修正案我是无赞成。但是你讲吼，以后就是讲要用啥物公开法庭，你说要扩大直播席还是啥？这个是可以再讨论，但是这摆的内容我无赞成。你无赞成这修法的内容是倒一部分？譬如讲，头段吼几位先进咧讲的吼，譬如讲头段吴老师在讲的，公开审理要给大家旁听，旁听交直播是无共款的。因为今嘛公开直播，大概有一个想象是刚才 YouTube 直播，刚才好像有一个国会频道直播，但是咧美国嘛不是安尼做的。你公开直播，你位无够，你在边啊，有另外一个所在，把旁听席扩大，把其他的设备，让公开审理会当直接去的人去听到迄个声，
这是在法院在规范的范围内底，而且有一个最重要，我上反对的是，我看伫法院的这个修正案内底，原来的法条有规定说，其他在当庭旁听的人是不可以自行录音录影，这个互人摕掉啊。所以我就会感觉讲，你这个修法的目的是为着啥物？你是要为着讲直播了后，大家会当录音录影，这就叫你讲要旁听。在法院限制的范围内，你若今嘛去台北地方法院，你要听一个审理，你无可能在内底，你会当摕手机甲相片，在遐讲翕相、录音。你若是互法官发现，你会互挂，法官会当命令把你的这个法庭的录音删掉，这都是原来的法条有的。你今嘛该修掉，你个讲会当公开直播，还用直播这个很 confusing 的字吼，甲vocabulary， 我是感觉安尼是，我是非常反对，因为这叫美国的法律，随便讲大家拢在讲美国有啥物规定，啥物规定，先莫讲美国的原则甲例外是完全无共，真少0.00几个案例会当互直播，交即马台湾这公开交原则甲例外完全拢变回来以外，而且。咱搁甲迄自行录音录影交，后面每当搁recording， 每当重置，这物件，这美国拢有规定，咱拢无，咱完全无任何的配套措施，无任何的规定，搁把以前较安怎讲限制，袂当侵害这个诉讼权，还是讲当事人权利的保护的物件，搁摕掉，你搁互人直播，安尼其实莫讲吼。卖公这有无安尼法院有没有影响法庭的公正啊？譬如讲头在讲，因为重大公益，我就想要请问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罗老师在讲，你讲用重大公益的 case， 譬如讲凯案，所以你爱互伊直播，你爱互伊大家来知影，大家知影，咱作为大众咱的公益到底是咱摕到一个客观公正。审判独立、客观公正的司法权的审判较重要，这是比较大的公益。还是讲你的公益是我要 immediately know， 你马上就按我同时间同步知道，这个是较大的公益。还是讲这个审判会当公正、公开、公平、客观、独立和审判，什么是个真正的公益？所以在凯案内底，若是讲咱加入一个空间，讲你互一个媒体还是讲直播，咱拢会当触入去，变做讲足侪 factor 内底，我就想到大家讲，我想到足侪问题。譬如讲美国的规定，加州的规定讲，后壁的证人会听到头前的证人会讲的话，你会受到污染。那美国的 jury 陪审团，伊是讲，譬如讲，阮若是互抽到，若是讲互检到。伊就是讲，你讲一礼拜期间，你完全爱请假公司会互你公假，你若去参加这个法定的审判，你是袂当接受别人，袂当受到污染的。为什么安尼会重要？为什么咱大家咧看？我是感觉即马台湾的新闻，叫大家有一寡学者用的数字，我是感觉足妖异的啦。大家有看过，敢若 Johnny Depp 了以外，大家有看过任何别个足侪 case， 足有名的 case， 任何法庭的相片无？在新闻内底拢无，大家拢是拍法院的门口。你袂有看到讲即个人甲迄个人，还是迄个生做啥款？阮看迄 news， 啥物有名的律师团。律师，我真爱看 Caprio 啊。我真爱看这美国迄个老法官你判挂迄个交通问题，Caprio 交通裁决。所以你即马问的迄是美国的范围内底，你讲会对。即马美国我特别我搁惊讲我是因为台湾律师出身嘛，我搁惊讲我的经验无够，我特别请教我带一只 ABC 的朋友做美国检察官做。超过30档，在 LA County 做检察官，伊就甲我讲，即马敢若2种 case 会互人
你讲的，哎啦，有可能你会看到 Core Channel， 啊，咱嘛有一个 Core TV， 在美国的电视台，这种是非常重大的案件，重大到参像，譬如讲大家拢知影的，1995的 Simpson， 叫2年前迄强尼戴普叫 Amber， 吼、哦，也是讲佫有一寡较有名的谋杀案件，吼、哦，啊，这是真少吼，互法官特别允许。而且美国的规定，譬如讲，依然上基本的规定，讲你敢若原则上一台摄影机，你要拍摄哪里，然后有很多限制的技巧，伊这拢有规定，吼啊，这是会当互公开播送的情形。第二种就是这个检察官甲我讲一个，我较唔知，伊就讲有足细件的交通案件，还是足细件的案件吼，因为伊这为了一些怎么讲法治教育，还是讲因为一寡。目的啦吼，这足小的案件，你若签名讲愿意公开吼，伊这有时啊吼，你若输了，你个 case 若输吼，比如讲检察官赢，啊你要罚金，啊你就免罚，因为你愿意互人公开。伊变做讲，这个小案件要播送，伊就知影讲这对你有损失嘛，互你的对价就是讲你免纳这个罚金，所以这个小案件互人播送，这是有。大案件嘛有，但是大案件根据我听到的，啊，我嘛请教我熟悉的刑事的检察官是0.00几，是唔是完全是例外中的。律师，我要来请教哈，美国的法律是唔是一如咱修正过后的这个物件，就是讲原则会当公开，但是不许可是例外，还是讲伊是原则袂当公开？啊，例外是会当公开，原则袂当公开，例外会当公开。哦，这是美国的现行的法律咯。呀，哦，至少加就是安尼。啊，我搁特别去看纽约，因为我家己是纽约的律师嘛。纽约其实伊的限制比加州搁较严，大部分的时间拢是无准的。嘿，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学者也是好也好，也是讲大家也好，你若要讲美国倒位准，甲迄个法条规个摕出来，啊，甲迄个 case 要安怎 implement， 安怎一行，拢甲伊摕出来，毋通讲啊，干那一个数字45就拢 OK， 伊这是安怎讲 rare 例外中的例外，伊就譬如我甲你举一个例，我即摆我今仔想半工，我想一个例，我讲，比如讲伫美国，常常拢有即种17岁读了大学，有无？一人跳级的例子。啊，你讲哦，这是我受教权项，但是你讲哦，你可以从这个7年级跳9年级，9年级直接跳大学，这个是有，但是这是例外。你袂当讲伊有这个物件，伊就讲哦，大家9年级数学好就会当跳。你袂当甲一个物件讲哦，你看到美国有这个例啊，我知影足多人是跳级，就代表讲哦，我即摆会摕转来哦，台湾就是会当用这个制度。嗰边讲咱无完全的规范，伊至少有20项的限制。律师吼，我留一个问题，互你思考一下，小咱就回头来问你，就是讲，直播真正会当帮助着司法什么代志吗？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无咱今仔讨论都无意义啦。哦，就是讲直播会当帮助着司法一咪咪啊，一丝丝啊的公平正义，咱就必须会当来做啊。只是讲要做的过程当中，安怎斟酌，安怎创。那简单一个，我先来问杨教授吼，教授，你有赞成他说这个林律师所讲的，在美国的这个例来看咱台湾的例，还是讲无？咱台湾是台湾。吼，因为我知影，譬如讲咱这大陆的法系吼，譬如讲德国嘛无定来直播呢，吼，嘛是原则不同意，例外才有开放。啊，咱要做啊好，咱有理想性，咱要往前行。但是目前这个手法，你敢有同意吗？好，我先想要这个林律师讲的几点可能是错误的，当然他可能这个。一方面是我们的条文在修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点过程，它是用最后这个临时动议又在增修条文。对，那么林律师说，我们那个原来的90条说法庭开庭的时候禁止一般人的录音录影，他说这一条被拿掉啊，其实是这一条拿到
后面的那一条，所以这一条当然还是在刷微啦。对，法院当然还是会禁止所有人不得随意的录音录影这一条。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大家都一直讲说这个叫做直播啊，那因为一开始民众党提出的时候也叫直播，可是俩这里没海鲜呢。但是我们真正的条文它其实都没有写成直播，它是说录音录影，法院裁定以适当方法播送，它没有说直播，也就是绝对没有说是要 immediately 立即的播送，尤其是这次修法也考量到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可能有需要说，我不希望我的声音影像泄露出去，所以他有加一个条文说我要有变音、变脸。那么你就绝对不太可能是立即的，你哪怕要延迟10秒。后置做一下，甚至如果说这个播送是由法院来做，他假设不开放民间电视台进去做，那么如果法院要做变音变脸，我相信法院的技术可能或人力可能要1个小时后才能播送，所以他绝对没有说是直播。再来林律师提到说，感觉跟我们所有人知道的都是不一样，他居然告诉我们说美国大部分是不开放，其实是这样，所有的法律都是说。美国45个州的层级都是开放来申请，但是不是说我自动开放给你看，你要电视台有兴趣的大案子来申请我法院准，我们一样都是由法院裁量的，我们台湾跟美国一样都是法院裁量，法院有考量到各种因素之后，裁量觉得说这个也许人民需要了解这个案子，我裁量准了，才在他们有专门的，所以是爱报备爱去申请嘛，对，都是要。好，所以为什么林律师说，也许在美国也只有极少数的大案子才会有？当然是这样啊，因为大部分案子你没有人去申请，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把它播送出来。那在台湾，我相信最后也是一样的，一定是老师你这法条里面有让你相信的理由，讲大部分的人民是无去申请，真少的人会去申请，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讲，因为我读这个法条起来，是讲，法院嘛会使特权呐，哈，特权上，特权我讲过啊，法官普遍拢是抵抗啊，对，所以讲伊无啥有可能去执权，这是事实啦，但是在法律上的事实是安怎？法条上呢有2个地方去控制，一个正面的说一定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及社会瞩目，一定要符合这个要件。再来的法条上，当然这次民众党考量到律师团体、法律圈有很多反弹声音，所以用负面的，把很多案子负面的全部都禁止了。所以当然大家担心的什么家事案件、小的刑事案件，全部都被禁止掉了。好，那么当然第3个就是吴老师讲的，法官如果因为最后裁量权在法官，如果法官就是不希望直播的那种态度，他就不会准嘛。所以咱今天就下课，就免讨论啦。是这个意思吗？卖甲顶礼拜5吼，迄个修正看甲拢，咱洪水门说，你我看的吼，实质意义不大啦。最后的结果，修甲真歹的意思啦。我嘛袂使安尼讲啦，我是认为我无啥赞成啦。我先和罗律师所讲，我感觉是讲吼，你若是既然讲你要通过一个讲这你要开嘛免得吼，无要开嘛免得哩吼，这伫中嘛唔知是到底是安怎，要通过这款法条，你根本都莫通过啦，吼，无你即摆这消息一出来，我所有的当事人议论纷纷，对啊，所有的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大家拢惊到要死嘛。连王老师就感觉这法律修甲真老草。阮律师嘛是惊到要死啊，法官嘛是感觉讲哪会安尼，对无？你讲你要做这直播吼，是因为讲大家无信任司法，你搁把这决定权交予法官去处理，你到底是要信任法官，还是无信任法官？这行感觉足奇怪嘛，你安尼修法的目的到底是啥？我感觉大段主持人你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讲咱到底是想要爱一个什么样的司法？就是讲你这个修法，你对这司法上重要的核心是啥物？吼？咱伫宪法第80条是规定讲，司法独立审判，吼，这是司法上重要的代志，吼，伊这是宪法的层级，吼，所以你宪法，你司法上重要的核心就是独立审判，吼，你其他讲你要下人民做支持的，吼，做接受的安怎，这拢是次要的，所以你任何的修法，你免去侵害到司法独立审判这点，但是是安怎大家对法庭直播会遮尔疑虑啦，吼，会遮尔惊啦，吼，就是讲
第一，台湾不是集中审理制度，你美国是集中审理制度嘛，吼。啊，美国集中审理，比如说安伯赫德迄件，哦，伊几天来吼，一礼拜来，当中新闻安尼，吼，啊，进行一个出来，吼，美国拢会惊讲你头前建营会去影响，嘿，会去影响到后面建营建树。啊，有当时对空中来放上甲恐吓。对啊，系啊，啊，你啊台湾一个案件1-2年拢无一定会结束呢。啊！你第一遍这开店的时阵，哦，这影像送出去啊，哦，啊，短影音开始加，吼，啊，这网红开始安怎讲，吼，啊，你到后面这舆论拢变做什么款啊？这法官刚有独立审判的空间，哦，咱就用凯案来讲，凯案无公开直播，哦，迄时阵的舆论已经下，一定有影响到国民法官，哦，100%。你就算讲因判决的时阵无影响到，因心理一定有影响到。哦，啊，你若搁加直播这因素类，你敢有法度保证讲这讲诶？所以赖律师，你的态度是袂使完全袂当直播，还是讲重大的才有通啊直播？我的感觉是讲，你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啦。哦，配套措施是相当重要。我有特别看这个法的吼，那法后面呢有详细细节由法院来定字。所以后来拢是法官的主导嘛。对嘛，所以我就感觉足奇怪嘛，你无信任真正咱就要下课啊呢。吴老师，我先讲啦，我是赞成法庭直播。不过我的意见一开始我就讲过啊。若要先开始就是国民法官化啦，无第二个类型案件啦。应该对国民法官开始啦。我先爱讲啦吼，他多赖律师啊是，你们是咧讲什么？法庭直播会带来什么压力？咱来想一个问题啦吼。即马无法庭直播啦，国民法官证人鉴定的有压力无？有嘛？过来，你吼，这受社会瞩目案件吼，你即马无直播嘛？媒体报道无？会吧？关注会少吗？好，咱想一个问题啊吼，媒体的报道吼，我即马吼，我针对凯凯案件，但是媒体报道时袂写名啊，唔是哎。敢袂写名，袂写拢袂使写名啦。好，我听，我即摆吼，我很赞扬一个平面媒体叫做报道者。这是我看过目前咱国民法官也开庭，伊描述的上详细，也我感觉也是最真实的。不过咱那是伊嘛有素描哦，因为伊袂使拍摄嘛，有素描吼，大家可以去看下吼。不过即摆问题是，是不是大家媒体咧针对凯凯案，还是像柯文哲案？大概描述拢是像这个报道者、这个媒体描述的那么的真，无可能嘛，各自解读。咱咧想一个问题嘛，即摆是要吼用媒体受瞩目案件，媒体各自报道、各自解读，还是我干脆就还原，大家去看嘛。老师，问题是我先讲啦。放上可能还原。好不过咱即摆拢是咱的想象啦。我嘛想象，你嘛想象。咱即摆拢是想象，因为台湾都无嘛，对不对？好，咱吼就是讲，我是赞成的，就我讲吼，你有100个理由会在反对直播，有100个理由赞成直播。我讲话我是赞成的。不过我讲吼，我的理想是先以这个国民法官法，吼。至于说吼要安怎拍。我讲吼，这个案，我为什么讲吼？我是反对的，为什么呢？第一个，范围散得太广。我若要一开始，若我逐步要开放，应该是伫个国民法官直接去收。逐步安尼。好，过来就是讲，他拄我一个来讲啊，达不到我想象中的迄个直播，因为第一个他都已经讲过啊，重大公益加社会瞩目案件，这是司法院爱用办法。你司法院一开始就反对啊，一定会做线索的啦，大家放心啦。过来就是讲，我唔是放心不放心的。过来就是讲法官的态度嘛。你最终的决定权是伫法官，唔是伫当事人，大家搞清楚。法官普遍来讲卖就卖啊。好，就算讲卖嘛，卖我头拄讲过啊。即摆事实审吼，甲法律审伊是共款的呢，拢伫个刚才伫个言辞辩论，就是讲最后这庭尔呢。头前咱想要看到的，大家想象中看到美国咧直播什么证人，真迄拢无呢？无，老师，这他都赖律师就有讲啊，就是讲言辞辩论的时阵。我讲过啊，迄吼，你讲吼有压力，你讲的压力，
到底是咱的想象嘛？而且我讲，迄是一个总结。无，伊职业律师伊就真正有压力啊。我讲过啊，我讲过啊，是国民法官这个案件嘛，大家去看嘛。好，老师，对。我请这个小罗哈，和统筹来回应一下。哎，林律师哈，就他3位所讲的，你来做一个回应者。哦，头拄啊，杨老师咧讲的是，我的意思是讲吼，你90条甲91条，我知影你刷位，但是我有特别去看，我看食即马咱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我是想要问的啦吼，可能我即马伫别个我请问的，即马大家咧讲的法庭的直播，你的定义是啥？是参像讲旁听的 extension， 互大家在法庭看到，是法庭的延伸，那我就可以禁止他摄影、录影。那是法庭直播，你的意思是讲你会放送出来，那变成我就可以在我的电脑录影截画面。我即摆问的意思是安尼，是讲你内底你刷这物件，你讲因为伊规定的是本来你在法庭审判的人，你去参加你去听的人，你不能录影。那现在台湾的直播艺术形象，我唔知影，因为可能你有较多的资讯跟 information。这法律条文顶头是写吼，是播上，是写播上。是 broadcasting， 所以 broadcasting 就是啊，因为吼汉字吼真艺术啊，无这个时间复时啊，不是讲即时，还是讲delay 啊，唔是嘛无讲直接啊，但是嘛无讲袂使哦，所以这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真，伊的解释空间真大，真笼统。伊嘛会使先录开，事后放网络啊。哎，林律师，来请。是，所以我为什么这样安尼问，就是讲，至少我在看美国 California 这个 rule of 这个 hearing， 伊个 definition 定义，也是讲安怎限制，原则是啥，例外是啥啊？你爱开庭去审理，啊，你若法官你爱考虑差不多19到20点，爱来权衡。因为伊有一个statement， 我是感觉最重要。伊讲你爱去衡量说这个 public interest， 你要知影这利益，交这个 integrity of the court of the procedure。integrity 就是讲，你知道这个怎么讲？法庭程序的公正，还是完整、逻辑完整安尼正直。integrity 是类似那个他的那个怎么讲？道德跟他的跟那个操守有关。所以你讲这两个。伊变做讲两个是有 against， 你才要权衡 ，right？ 所以变做讲你若是 public interest， 你要知影啊，这可能有对这 integrity 有影响，所以你请法官，你在审理的时阵，你要考虑这19点。那我的问题是感觉讲，为什么我反对这摆讲你3、4条杨老师在讲民众党的这想法是讲，普通时阵我以前我特别去看立法院的。版本就是讲，普通以前啦，咱若是讲法务部送出来，还是讲行政院送出来，伊迄可能法院组织法，还有他的那个施行细则，还是讲其他的所在，随着地修啊，已经拢准备啊，大家在讨论，无论是公听会、委员会，吼，还是讲所谓讨论，还是讲你好民众知影，互有兴趣的人去讨论，法界、法律界，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大家会当讨论的物件，拢已经有执行的 picture， 咱知影讲要安怎执行。啊，你头讲公开播送，若是定义拢无清楚的物件，你要讲即马有这么大的争议，啊，大家你要用安怎去解说？啊，你若去操作舆论去创这个物件，我是感觉讲，这个修法我看起就是足粗糙的啊，就是拢就啊，头拄我讲的，我为什么特别要指出讲，那你的公开播送如果是 broadcasting？那会不会被摄影、录音？因为这就交我讲的旁听无共款，因为你无在翻译来，你袂当管啊。所以这是我问的问题，我是讲你定义是啥？回答主持人讲的目的，就咱过来思考讲，所以你即马为着要公开直播对直播嘛？你的目的是啥？你是为着公正性吗？还是讲公开法庭是相对于秘密审理？伊讲你要公开，大家有来看，所以有人在监督吼，所以会当公开审理。啊，你若讲微无够，你旁听是会扩大，这是嘛是较行政的。
条即卖公开播送，公开播送是 broadcasting 传播，这就就无共啊，这是有对法律程序的审理的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在电影内底才会看到讲，啊，足侪律师若是要出名，哦，伊会挑故意去接受这新闻记者的访问，哦，来讲哦，那是比较 bloody 的律师，我要操作媒体，或者要争取大家的什么受害者的同情，我想要去影响这个判决。为什么大家安尼讲？就是因为电视甲媒体交这公开，因为伊个无看到案件的全部，但是佫有力量，因为你整出来物件。会好有一寡加强，有一寡强调，这到底是对证人、对法官、对律师、对大律师讲的，对所有的这个法律的司法改革的制度啦、制度，到底是好还是歹，大家会当思考。但是我感觉这个法条无清无楚，也无配套，这是一定的啦。好，律师感谢哈，因为时间有限，我必须要这边停掉，我要先请杨老师来回应哦，杨老师请。好，刚刚林律师跟赖律师都有提到说，似乎只有采取陪审团跟集中审理的国家比较适合做法庭转播。事实上，欧洲国家荷兰跟意大利，他们都并不是采取集中审理的国家，像印尼也不是采取集中审理的国家，但是他们也都开放申请法庭转播。所以当然他会担心说，老师意思是说 easy 变紧张啦，就是法官你落在手头啦。对，但是司法院制定的这个办法很重要，他会去详细去规定。但是咱就拢无看到，所以咱就就等司法院3个月内要制定这个办法。所以那如果律师团你担心的问题，去跟司法院反映。对，老师，所以我要回头来问你哦，像我头问林律师吼，问题就是讲，这个直播。是对着司法的公正、透明有帮助，还是基本是充要条件啦，充分而且必要？感谢安尼。好，就是回到主持人最关心的他的目的的。好，那我觉得在很多国家，他的目的其实未必是要监督司法，而是要满足人民知的权利。因为更多的人不是只有去法庭旁听的人，更多人也想要知道这些社会这样重大的事件。但是部分国家当然也觉得说，如果开放直播，部分也可以监督法庭里面的活动者，不一定是监督法官，也许是监督检察官啊，他有这样部分的功能。那我相信在民众党推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所考量的可能是后面想要监督一点点检察官，但是我觉得人民知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它开放法庭直播，主要是满足更多社会大众想要对社会重大瞩目事件的了解。所以老师是感谢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讲其实无一定是充分而且必要。对，只是人民知的权利要安怎来做到安尼。这是其中一个推动的因素，但是当然我说在台湾，他可能有点想要监督检察官的表现，有这样的味道。小可偏到政治味哦。对，但是他看起来不是要监督法官，他是要监督检察官。但是法官去有吓到啊，是不是安尼？法官不喜欢他就不要开放了。伊家己都决定啊。安尼不如就卖收这个法啦。你上后尾嘛是法官决定。世界各国都是由法官做裁定。世界各国不会说因为有法官做裁定，所以就不要有这个法，不会这样。最后一点。比赛呢，好，来阮老师。我是想要吼，大家想看卖美国的辛普森案件，O.J. Simpson 案件，伊嘛是法庭直播嘛，大家拢在看嘛。啊，上尾结果出来，大家敢有讲真幸福，敢有讲真相信法官的判断，无嘛，嘛是一堆人咧讲啊，法官有白判嘛，陪审团有白判嘛。啊，台湾毋是这宪法法庭嘛有直播，啊做出来这宪法法庭的判决，啊国民党产民众党嘛无咧相信嘛，所以伊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这我想讲，大家爱想看卖啦，我是同意主持人讲的啦，伊这其实是政治的考量啦。我无讲安尼，我是讲，他做尤老师所讲的，就我凭着一点点，我是照尤老师的说，凭着一点点。法律的决定拢跟政治有关系啦。这是侵害到司法独立审判，这个核心。这我唔敢搁推论落去啊，但是我会当来讲，这安尼听四位讲起来吼，这个应该爱
这个法院应该啊，把这配套的这个规范3个月之内爱佫杀出来，吼啊，而且这个内面的这细节是毋是讲绝对性，中法官拥有这个完全的权利，这到时阵嘛是会互大家来检讨呢吼。我先讲啦，这3个月就是司法院去努力啦，哦，伊安怎拍拼啦，3个月看有哪弄出来。啊，我讲的是吼，嘛是坚持我一开始的啦，吼，就是讲吼，最近吼，我他拄仔律师是讲，啊个律师拢讲什么辛普森案，不过咱看最近的啦，美国上轰动的是 Kerry 的案件啦，大家去看啦，迄是全程直播33天，33天哦，伫咧 Call TV 啊个媒体，我看第4天我就看袂落去，我要讲，你若看这个影片哦，你会感觉咱烦恼遐个代志有发生无？那看这个上级的案件嘛。但是老师，我看咧 Twitter 顶头吼，真侪人家迄个物件佮剪起来。好，这就是一个问题。你要想看嘛，一旦吼，咱若有公开直播吼，你讲吼要防止遮去剪接，迄拢无可能去防止啊啦。法律你安定我无好啊。嘿，咱就爱想啊，你讲哇，你剪接哇，都感觉咱想看卖啊。你若无安尼，你若无一个公开直播放咧馆顶，大家唔知影讲原貌是什么啊？你听无？因为你无管安怎弄，一定有人去加啦。啊，我头拄有讲过嘛，即摆咱无直播嘛，啊媒体有报道无？无，媒体有报道，但是至少媒体还佫有一个，就有一个。我问你嘛，咱知影讲你这个人是啥人，你安怎做？就是我网络上面有看原版的嘛。啊，我若想要知影的，我会去看嘛。好，啊，我重要一点就是讲，咱头拄仔吼，因国是嘛咧讲监督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上关心的就是讲吼，好啦，老实讲啊，这个案件吼，某种程度就是有政治决定啦。哦，咱嘛莫讲睁眼说瞎，讲完全无啦。啊，我无重要，你法律你定出来就是安尼，任何的法律拢是政治决定啦。啊，我强调是讲吼，像这个通过了吼，有法度吼，因为吼，咱即摆有侦查不公开，伫咧侦查的过程中，你完全袂使公开，嘛无什么直播的问题。啊，你侦查吼很容易陷入密室化嘛。即摆检察官这个拿伊来用不正方法去起证，来要怎么让它透明？扣心判嘛。啊，你啊注意看，伫咧 Kerry 这个案件哦，迄模式哦，跟咱台湾是共款，伊嘛是重大瞩目案件啊。重大瞩目案件哦，跟咱讲共款啊，侦查怎样大公开嘛。所以因为这个被告吼，因为伊被害人是警察嘛，这个伊被告是咧高射精这位女性嘛，佫是大家佫有咧尖叫，对，佫教册吼，所以讲伊受到媒体吼一开始，应该嘛是跟咱台湾方侦查大公开嘛，就甲拍讲就是伊吼。即咱台北个美国的媒体八卦性比咱更款啦，比咱更严重啦，所以讲未审判进前，就污染讲，你这个就一定是你啊。我问你诶，这个案件为什么最后反转是无罪？这真歹讲呢，老师。哦，好，我讲哦，为什么吼？这个案件内面，伫咧证据的收集哦，为什么关键点后来吼陪审团伊有2届嘛，去年是 hung jury 嘛，最后今年甲一致决无罪嘛。一个关键就是吼，伊公开透明了，大家发现讲，原来吼，大家想象中这一定是有罪。老师，因为这个 case 大部分的人无啥理解吼。我的意思是讲，结果正确无一定表示过程就正确哦，有当时是拄好是饲命鸟去啄着死鸟去啊。大家有怀疑讲为什么最后判无罪嘛？一定有足侪人讲，我甲想象的无共款。我要知影讲，到底这个审判公正？我有一个原版伫啊，你讲过啊，嘛有足侪假的嘛，对嘛？一定有的嘛，这全世界拢共款嘛，这个时代你无可能。我即摆惊的是我即摆有怀疑，我若是要知影，我是去看原版嘛。老师，你这个理由嘛真对啦吼，因为刷来才存超2-3分钟，每一个人吼，赖律师甲杨老师1分钟嘛。我是刚刚讲吼，咱伫迄时阵司改国事会议的时阵吼。当时嘛有2个研议的重点吼，第一就是讲爱保护被害人产相关案件人的隐私，吼，这嘛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是讲爱避免媒体不当报道，吼，造成舆论公审现象，吼，这拢是迄时阵司改国事会议讲一定爱改的代志，吼。但是这2点吼，伫即马这个修法内底完全无去讲到，吼。我是感觉讲这款修法是做无负责任啦。吼，你修一个遮尔粗糙的法案出来，吼，甲所有的责任吼，等下司法院讲，你爱去研究配套。我感觉法官是可能较可怜。对嘛，系啊，就是大家骂。来，杨老师。好，那最后通过的法条里面呢，就是说有怕影响到证人、被害人，甚至包括
被告他都含在里面。如果有担心危害他的隐私，甚至影响审判公正的时候，都可以向法官申请变声、变相或以其他无法直接识别该个人的方法为之。所以已经有解决这个顾虑了，所以并不会说什么舆论审判，然后被告啊、被害人的影像全部都出去。渐渐的变做讲变做在网络顶头，而且佫唔是。佫是路边捡到，伊讲我路边捡到，不是我家的。司法院要在他的办法里面讲，如果法院这边已经命令要做变音变相，你后制者就不可以把人家的脸又把它斗上去、斗回来。伊前后加起来，变做家己的论述啦。所以我说，在司法院的制定的细节的办法里面要去讲，如果法院有做这个裁定，一定要做变音变相。你后置的人，你就不可以再去做这些恶搞，又把他的乱串起来。我是讲，这句话到底这句话安尼啦，这种代志应该无法度避免嘛。但是这种问题，对，没办法避免。但这种问题就是说，有原始的诊断记录可以去对照。这个拍开了，我看这无法度改变啦。好，感谢。